一项事，我要对耶和华来求，我由原旨意要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是主为咱所定的日子，请咱大家来做伙真欢喜的心来吟诗，圣诗50首，着阿乐耶和华，请起立。请坐，请大家压头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年是人类踏上月娘50年的纪念，当阮欢喜纪念，也是真回顾这个了不起的日子的时。却真侪人毋知嘛无相信，这个浩瀚的宇宙是你创造的。阮看到遐尼不可思议、遐尼奥妙，这个星神的运作，常常在想，是毋是有外星人，是毋是有另外一个地球，是毋是顶面有人类？阮人的财物是遐尼啊有限，阮实在是真正渺小。但是伫阮出世以前，你已经看见阮的一举一动，你拢知。阮每一个人未来的日子，你嘛拢已经记录伫你的册内面。今仔日阮相连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自由自在、欢欢喜喜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敬拜你。甲犹太人同款，会当分享你爱、你的疼的奥秘。
就是伫基督耶稣内面实现你的应允。这是你享受阮上大上大的恩典。你遮尔疼阮，实在是真感谢，感谢。尤其是看到香港的人，发现因家己最后一点点的人权，强强要消失的时，一摆搁一摆，哈尼侪人毋惊死行出来，搁较感觉到阮台湾的人实在是得到你无限的疼痛。伫即个时阵，嘛是真迫切来恳求你，会当早日束缚遐的即个世间，真侪为着要基本的生活，也是基本的自由要奋斗的人，尤其是有你的信靠的人伫内面，互因的流的血甲目屎，会当得到你的怜悯，早日看到迄点点仔的光，迄点点仔的希望，嘛恳求你，激励你的囝儿，就是阮。会当下伫你的真理的即个普世价值，阮会当献出家己的一点仔的力量。台湾即马面临真大的选择，就是要用性命来维护阮的民主自由，或者是要渐渐互伊无去。主啊，阮台湾的人有真侪人目睭雾雾，心也毋知安怎想，太会安尼遐尼戆。其实像圣经所讲的，以色列人有当时嘛安尼，因若有倒转来信靠你，你才会当甲因祝福。阮深信台湾嘛是安尼，必须要伫你的旨意下面，才会当得到永远的国际地位。主啊，求你帮助阮，天父上帝，阮遮的人，自从亚当夏娃开始，是你照你的形象样式来创造的。你的气吹入去阮的鼻，所以原来阮的人拢是尊贵有灵命的。但是你束缚阮自由意志，却互阮的骄傲失去甲你的关系，失去你的形象，搁较失去你创造的目的。一直到今仔日，这个现象搁较严重，互山海变形，动植物绝种，大山、大水、山崩。连阮家己看落都触目惊心。最近天气才40几度，这实在是真正艰苦的代志。主啊，为旧约甲新约一直教示阮，你的话才是阮人类上要紧的食面甲水泉。人实在是贪心伫钱财甲肉体的享受，搁较赢过你的真理。社会充满了虚伪、谎言、虚荣甲愚昧无知。第一的慈爱、和平、甲公义的人是遐尼少。旧约内面至少6个先知一直强调，我们要像江水滚滚涌流，不屈不挠，学习公道，伸张正义。求你赦免阮遮的罪人，你监察阮，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随时都爱反省家己。才有带主任牧师所教导的，都要学习基督耶稣，都要恢复甲天父你的关系，都要恢复你的形象，真正来完成你创造阮的目的。阮都要存谦卑的心，做一个尽忠的管家，嘛毋好亲像夏娃共款，真正轻视撒旦的试探。今仔日蔡牧师要阁继续传讲该稳甲阿伯。求你的灵，互阮搁再一摆改过自新。天父上帝，阮有真侪兄弟姊妹，用谦卑的心，用各种的方式来传福音，或者是心甘乐意奉献。求你祝福因，互因所野的政治，会当得到你的管握甲重大。当时阵，也求你的慈爱甲怜悯，照顾阮叛变的、心内痛苦的。厝内有代志的、老人孤单无伴，也是身心障碍的兄弟，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阮要用你教示阮上较全的祈祷文来向你祈求。阮伫天顶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
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即碟，咱要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第30页，启用第20篇，启用20篇，圣诗后面30页，诗篇96篇，启用20，我来启，请大家来用。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互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互耶和华，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啦，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即碟，咱要过来吟圣诗25首 A 调，万军的主至圣的厝，请起立。
请坐。即帖咱的圣歌队要为着咱来学乐，因所要吟的诗是恩典上帝、荣光上帝。感谢圣歌队用遐尼水、遐尼激励人的心的这诗歌来学乐上帝，愿上帝祝福因的侍奉。这点我要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创世纪第4章第1到16节。现代中文译本是第5页，台语汉字版是第4页。
现代中文译本是咱的旧约圣经，咱的圣经上头前创世纪第4章第1甲16节。我要照小会的议决，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创世纪第4章第1节，亚当甲伊的某夏娃同房，伊就怀孕生一个囝。伊讲，因为上主的帮赞，我得到一个囝，伊就甲号名叫做该隐。后来伊阁生一个囝，号名阿伯。阿伯是一个各样的，该隐是做田的。过一段日子以后，该隐摕一寡土产做祭物献予上主。阿伯嘛对伊的羊群中选出头上生上好的细只羊仔，做祭物献予上主。上主介意阿伯接受伊的祭物，但是无介意该隐拒绝伊的祭物，所以该隐非常受气。上主就警告该隐：你为什么受气？为什么变面？你若做正当的事，你自然会显出笑容。但是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罪孽已经埋伏伫你的门口，罪要控制你，但是你必须要克服罪。后来，该隐对伊的弟弟阿伯讲：咱到田园去行行咧。因伫田野的时，该隐小弟下手将伊杀死。上主问该隐：你的弟弟阿伯伫倒位？伊回答：我毋知，我检视我弟弟的看顾者吗？上主责问伊：你做啥物代志？你弟弟的血为地的下面呼叫我。你杀伊的时阵，大地有开喙吞落去伊的血。现在你受咒诅，袂当搁再种植田地。你就是种植土地也袂会生产。你要成做一个流浪者，伫地面四界漂流。该隐对上主讲：我袂当忍受遮尔大的刑罚。你赶我出即块土地，互我袂话搁再见你的面。我要成做一个无厝通转去的流浪者，伫地上四界漂流。人拄着我，拢想要杀我。但是上主回答伊讲：袂杀你的，要赔7条命。所以上主就伫该隐的头遐做记号，警告拄着伊的人，袂当杀伊。所以该隐离开上主面前，来到爱甸乐园东边，名叫做流动的所在徛起。有的圣经是写路德的所在徛起。以上，愿上帝祝福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甲咱传讲圣经人物系列第3，该隐甲阿伯第1讲，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咱已经看了亚当甲夏娃，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该隐甲阿伯。无算嘛讲，咱会当安尼圣经安尼照顺序安尼看。当然有一寡圣经人物咱会跳过吼，但总是来帮助大家会当来看圣经。咱伫每一礼拜的即个周报中间，拢会提醒大家爱先看倒一个范围，咱对即个圣经人物会当比较较了解。今日咱要来看该隐甲阿伯，咱要透过今日所读的经文，牧师要分2礼拜，甲大家分享即2个人的故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恳求你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帮助阮，明白你伫阮中间的旨意。主，阮恳求你赏赐阮有教养的智慧，互阮有清澈的头脑，会当真实去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坚定的信心。甲教育的气力，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行伫阮的生活中间，
来延光你的性命。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阿东甲夏娃的囝该阮甲阿伯。咱首先先来看因两个人的名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阿东甲伊的某夏娃同房，伊就怀孕，生了一个囝。伊讲，因为上帝的帮助，我得到一个囝，所以伊就拿这个囝号名做该阮吼。该阮的意思就是得到，得到。咱会当想象就是讲，当阿东甲夏娃因为第一个囝的时阵，因迄个心中的迄个快乐，迄个充满感恩甲愿望，所以因感觉讲我有足大的得到，这是上帝大的帮助，所以我得到这个囝，所以因就真欢喜，将这个囝号名叫做该阮。我毋知咱中间有做爸母的人吼，咱第一遍做爸母的迄阵的心情，我相信一定是充满快乐吼。足欢喜，上帝将这个礼物送互咱，咱嘛感觉讲做爸母拢是一个身份的改换嘛。咱感觉讲咱的搁较成熟，咱的人生开始无共款的，咱的责任搁较重，总是这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充满快乐的代志。所以阿东甲夏娃因将这个囡仔号做得到，我得到一个囝，真欢喜。但是接煞生阿伯吼，因将这个阿伯号做阿伯意思是空虚啦，空虚。咱会感觉奇怪，讲为什么生该阮的时阵叫做得到，生阿伯的时阵煞叫做空虚？为什么安尼吼？所以圣经学者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但总是真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拢安尼推测啦。因推测讲，可能生该阮的时阵因真欢喜，我得到这个物件，足欢喜。但是后来这个该阮渐渐长大的过程中间，就渐渐阿东甲夏娃感觉失望啊。虽然因当时阵感觉真有得到，但是该阮渐渐长大了，伊的品性互因失望。所以知到讲我生这个囝我本来是足欢喜得到，但是后来感觉讲这囝互我感觉讲，伊的未来要安怎，感觉真空虚。所以生第二个囝的时阵，因就想讲，毋知阿伯会变做安怎，所以来号名叫做空虚也是讲这个意思，若是讲一个呼吸安尼啦一个呼吸安尼所以咱看见着。这个阿东甲夏娃伊咧号名的时阵有特别的意思，会当互咱来思考咱看见着，咱的人生中间有时得到一项物件，咱会感觉真欢喜，我拥有这个物件，但有时阵这个物件，若无法度咱去珍惜，也是讲，亲像咱得到一个囝，无好好来教示教育，直到伊偏行伫歪出的路上的时，咱会感觉讲。咱的人生是真空虚。咱伫该阮的生命中间，咱嘛看到人的本性，一直想要得到，咱的生命一直咧追求，一直咧想要得到一寡物件。但是如果咱得到的是次要的代志，却因为得到次要的代志，失去上界重要的代志，实在是真拍算。亲像该阮一生嘛得到真侪物件，伊得到田园，伊得到爸母，伊得到财物，得到伊生命的安全，甚至咱知影尾仔伊阁有娶某生囝，甚至伊阁起一个城，得到权势，但总是伊失去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想起着圣经中间耶稣安尼讲，伊讲囡仔要救家己性命，的确丧掉家己性命，为着我丧失性命，要得到性命。人若趁着全世界，赔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款的利益？咱人会当摕啥物货来换性命？所以咱对伊的命理中间，咱会当好好来思考这件代志。咱接下来看该阮甲阿伯，因拢有工作因的工作真特别。圣经中间讲阿伯是雇养的，该阮是种田的
咱知影即个雇养甲种田吼，其实拢是真好的工作吼。当然，咱今仔日所有正当的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吼。但是圣经的作者吼，利用这两人无共款的工作，以及因单单的说明讲因所献的祭吼，看因对工作的态度吼。咱知这雇养的吼，牧者是为着要奉献给上帝，献祭给上帝，要侍奉上帝。所以伫遮有一个譬如是讲，亚伯是透过伊的工作来荣耀上帝。反倒当如果咱来看创世纪第3章18、19节吼，种田的吼，种田是代表为着要得到食吼，华语叫做糊口吼，为着要得到食饱。所以伫遮有一个譬如吼，在讲该阮是为着生活来工作。而且咱等下说明讲，因的献祭中间，咱看出因的态度，所以因的工作的方向有真大的分别。一般人对工作大概有3种无共款的看法。这3种无共款的看法，会造成你工作的效果无共款，也会影响到工作的人的喜乐的程度。牧师来分做这3项，就是第一项是职业，第二项是事业，第三项是志业。咱一项一项来看吼。第一种人对工作的看法吼，就是讲工作是为着要讨食嘛吼，为着要趁食，为着要糊口。所以这种人是为着要谋生才去工作吼，为着要得到生活的供应，不得不做。所以英文的这个职业吼叫做 occupation， 这个字吼。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讲，去占一个位啦，吼，咱若占着这个位了吼，你就有收入，你就有饭通食。咱看到即马真侪这好的企业，吼，较健康的企业，也是讲一寡公家机关，那需要一个工作人员，我去报名去应征的吼，几百人，吼，大家拢想要抢一个位，占一个位，安尼咱就有收入，就有饭通食，吼。当然，咱来理解吼，用咱手所做的工来赚工资，来得到生活的供应，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咱看圣经中间，保罗嘛引用旧约安尼讲，这个牛吼，伫这个伊工作的时阵吼，咱当时的人会牵这个牛吼去打这个五谷吼，来将这五谷的壳分开吼。爱讲牛咧工作的时阵吼，你袂当将伊的喙掩起来吼，因为有的主人惊讲这牛若一边工作一边留我食，这物件吼，我就损失去。所以有的主人吼，较严悍的主人会将这牛来喙来掩起来，无要互伊食吼。但是圣经就讲袂使安尼，伊工作你着爱互伊得到伊工作的应该得到的工资吼。所以圣经嘛安尼讲工人得到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咱付出劳力去得到供应，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咱来理解就是讲，如果若工作是为着要趁食尔，安尼就真辛苦。因为这款的工作一点仔喜乐嘛无。所以有前一阵有人讲安那，能混就混，能捞就捞。所以这些工作上班就是为着要下班。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所以这是这款的工作态度。第二种就较无共。第二种是讲，我的工作是我的理想的一个事业。这个工作会当满足我的成就感，互我会当达到我的目标。第二种人伊的工作是比较较有意义，因为伊会当享受伫家己的成就顶面。这种人就是利用家己的专业来经营一种事业，将工作当作事业咧经营的人伊常常伊对伊家己的工作有一种自尊心较骄傲。伊感觉讲我做这个代志是真有贡献的，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的代志做好势。毋是清清彩彩、马马虎虎，我一定爱来做好势，毋是干那做完了毋是干那做了，是爱毋是完成工作尔，是要来做好势。所以伊工作毋是为了要趁薪水尔。伊上班的时阵认真工作，下班了佫会去认真研究，
看安怎做会当将我的工作做了较好诶，互我对即个工作中间会当得到一个成就感。所以即款人吼，伊毋是单纯为着趁钱来工作，伊是对家己的工作有一种认同感。即种工作观吼，就比另外一种第一种较好吼。咱最近吼电视就出现一个应该是对日文来吼，叫做达人啊，吼达人就是讲，我这代志我伫我的专业顶面我要做到上好，伫我的这个工作的领域中间，我是头人吼，我要做到上介好、上介杰出吼，这种叫做达人吼，这叫做将工作当做一种理想的事业去认真拍拼。第三种更较悬的一个赞处吼，就是我感觉我的工作吼，毋是为着趁食，毋是为着满足我家己的成就感。我是安那，我的工作毋是我家己要做，这是上帝呼召我投入一种神圣的目标中间。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志业，这是我的志业要来完成。这种人是上介幸福的人，因为伊有人生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透过伊的工作，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咱理解吼，这圣经中间，这英文中间吼，这种叫做 vocation 吼，就是天职使命。伊的义军就是母口，就是声音嘛。意思讲，我的工作是上帝亲自用伊的声呼召我去投入，互我会当毋是简单满足我家己的成就感，互我得到供应，经济上的供应，我可以当满足上帝的旨意，满足上帝的需要。所以一个信徒的人生，伊的工作就是追求上帝互咱的志业，拍拼起来完成。但是咱来理解吼，第三种工作观吼，其实袂甲头前两种工作观念冲突。上界主要是咱看工作的态度甲眼光。举一个例来讲。我是圣灵教会牧师，这是我的工作。我嘛靠这个牧师的工作来维持家庭的需要。大家拢知，我有两个囡仔吼，拢饲甲安尼肥肥、白白胖胖安尼啦吼。我饲了袂歹吼，因为教会有供应牧师的需要，所以我会当维持家庭的需要。但是如果我若停留伫这个阶段咧看工作，我一定足痛苦的吼。为什么？因为逐礼拜拢爱写讲章，吼。咱这牧师，我毋是一日一日咧过吼，我是一礼拜一礼拜咧过，吼。拜一拜二，那亲像早起时，吼。拜三拜四，那亲像中昼时，到拜五拜六就下暗时啊，第二天吼，礼拜日就爱出来服侍啊。所以一礼拜真紧就过吼，都不时咧烦恼讲到底要讲倒一个圣经人本吼，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讲？所以我若拢停留伫为着要得到生活的供应，安尼服侍吼，安尼足艰苦的吼。但是感谢上帝，我毋是安尼。我感觉上帝互我一个真大的恩典，我毋是简单得到生活的供应，我嘛透过这个工作来得到真大的成就感。牧师虽然来圣灵教会。无真久的时间，3冬久尔，我就感受到真济这中级同工拢真配合牧师，互牧师伫遮有一个真好的工作的环境来服侍，而且伫教会内底做牧师，其实是相当快乐的一件代志，特别是伫圣灵教会我感觉讲，我常常对其他的牧师讲伫圣灵教会咧讲道实在是真有成就感。一件代志因为大家拢真认真咧听我看大家咧坐毋是拢坐安尼，那像坐伫咧碰椅顶面毋是安尼，大家拢安尼真刻薄的迄个眼神，讲牧师赶紧讲毋是讲赶紧要转去啦，是讲赶紧讲大家拢做认真听，所以伫遮咧讲拢牧师拢感觉真有成就感，毋干那安尼，咱推动真济事工嘛真济。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配合，所以咱会发觉讲，咱的教会有淡薄咧进步中间，咱的就是讲，咱的教会渐渐咧进步，这互我真大的安慰甲成就感，但是安尼，如果我若为着要满足我家己的成就感，我若简单安尼尔，
嘛有真侪惊吓，惊吓讲啊，若万一教会退步要安怎？若万一中职无欢喜要安怎？万一若礼拜日下早若落大雨，大家拢无要来礼拜，要安怎？都真烦恼好佳在上帝怜悯我，互我当超越即种为着满足家己成就感的软弱，互我明白其实牧师的服侍，毋是干那要满足家己的成就感牧师的服侍是一种真神圣的，是参与伫上帝国的工作，这是上帝呼召我来做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干那家己有成就感，也通带互别人真大的祝福。这互我真大的欢喜，嘛互我真大的快乐，互我会当往更较深沉的服侍中间去打拼努力。所以感谢上帝，伫遮服侍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所以第三项，如果是完成上帝国的志业，其实是袂甲头前两项冲突的。咱即摆搁转来该问甲阿伯来看，即两个人的工作关系无共款的，表现对因对现制的态度顶面。咱看见着该问是为着趁食来工作。所以，伊真看到家己的需要。咱看见现在的时阵伊领带一寡土产去，伊无将迄个初熟的献互上帝。但是阿伯无共款，阿伯是安那？伊对伊的羊群中间选出迄个头生上介好的细只羊上介好的，伊无保留互家己，伊是要将这献互上帝。所以表明讲，伊的服侍是。伊的工作是为着要奉献互上帝来做的，所以两个人的工作观是无共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因两个人的工作态度中间，咱发现着讲，咱每一个人真正上帝拢互咱有无共款的工作。你会当选择无共款的工作态度，但总是如果你若愿意将你的工作献互上帝，咱伫各行各业中间。拢会当有来自上帝的调命，而且每一个人拢应该爱认真将咱的工作做好势。咱中间若有做老师的，咱就将教学做好势，用咱的生命去影响咱的学生，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有伫公司咧上班，伫工厂咧做工的，咱就拍拼工作，祝福工厂的，祝福公司的头家甲其他的员工。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有做学生的，伊就好好来追求真理，准备家己。这就是荣耀上帝。将来咱准备好家己了，将来咱去祝福其他的人，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有做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要做的工作佫愈较济。咱将家庭料理好势，互咱厝内底的人会当专心去做好家己的工作，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退休的人，咱就好好为着咱厝内底的人，为着教会，为着牧师来祈祷。咱甚至会当贡献一寡时间来到教会服侍，伫社会中间服侍，这拢是上界大的祝福。咱每一个人如果会当将咱本身的工作奉献互上帝，无一定每一个人拢爱做牧师。上帝需要专职的传道者，嘛需要有真济。有调明感、敬业的工人，做生理人、老师、做媒体的人、做音乐的人。咱的信仰观念就是，咱伫每一个工作、伫每一个领域中间宣告讲，我是属基督的，要互人对咱的生命中间看出、去闻出耶稣基督的香味，这是咱工作的态度。所以保罗先生同咱讲讲兄弟姊妹啊，既然上帝遮尔怜悯咱。我劝恁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互上帝，专心来侍奉伊，互伊欢喜。这就是恁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所以保罗咧讲，一种真实的敬拜，毋是来礼拜日敬拜上帝尔，就是咱牧师大家祝福差遣了，恁出去了，伫恁的生活中间，伫恁的工作中间，透过恁所做的一切来荣耀上帝，这才是真实的奉献。咱知影？音乐家巴哈，伊咧做曲的时阵伊伫开始的时阵，甲结束的时阵，伊拢会做两件代志。
这项代志就是开始的时阵，伊伫即个角谱顶面来写一个记号，叫做用德文写一个缩写叫做 JJ 吼。意思是讲，耶稣帮助我。哦，伊要开始做这个件代志，靠家己的气力无法度完成，所以伊写耶稣帮助我。当伊做到真满意的作品的时阵，伊会伫角谱顶面记落吼德文的三个字吼缩写吼。叫 SDG 哈，意思就是讲，独独荣耀归于上帝，因为伊感受到家己伫伊的服侍中间，会当荣耀上帝是上界美好的代志。伊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互人，虽然看袂到上帝，但是要互人听见到伊所看袂到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真认真服侍应该爱有的态度。咱搁倒来看该阮甲阿伯的名，该阮叫做得着，咱拢会当透过咱的工作、咱的服侍，得到真侪物件。但是如果是次要的，有一天拢会对咱的手离开，变做空虚。但是如果咱会去做真正重要，会当留落分量、留落祝福的，会当互真侪人领受咱手所做的工的祝福，这就是荣耀上帝，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对该阮甲阿伯的名，阮对因所从事的工作去思考阮的性命的代志。主，阮的性命是遐尼短暂佮有限，但总是主你互阮。伫即个短暂个有限的生命中间，会当明白你，也透过阮手所做的工，会当来荣耀你。恳求主帮助阮，阮伫无共款的领域、无共款的服侍、无共款的工作中间，拢会当见证你的恩典。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愿咱每一位为礼拜煞转去以后，咱的工作甲生活态度，都是要互人看到耶稣的香味，啊，搁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这点，请咱大家来吟诗圣诗437首。主，我要有气力的时，请大家起立。我
请坐。所以咱要来奉献。假使若是头一摆来上联咧教会礼拜，你若还袂填迄个留名卡，请你伫座位的头前有迄个留名卡，填好好势，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来甲你欢迎。假使你若无方便，也是你袂了解奉献的意义，你会使暂时毋免奉献。直接请咱开始。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无比的疼，阮白白为你遐得到，就应该无条件奉献予你。只是一点点的金钱奉献伫你面前，求你甘纳。安尼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请咱来看周报第4页。第4页，咱本会消息第2，集体关怀。咱本会会友陈正宪兄弟的老母，陈柯文玉姊妹，伫7月20安息主怀。
定伫8月初2，就是本周礼拜5下上午10点半，伫第2殡仪馆景阳楼1楼至真一厅举行安息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慰族。咱8月25要举行圣礼典，洗礼的圣礼典，请小会员爱注意，8月16拜5暗时7点要举行小会问道礼，伫9楼达教室中。大家看即个第4页的右上角都有，爱注意即个时间。咱第5页所在上正面的上顶头，咱英语牧区有一个事工，就是街友探访关怀。今仔日下晡，牧区的小组要出发去台北车头分送餐油予街友，欢迎大家兄弟会当伫伊伫即项事工，为着因来祈祷，也积极来参加。即点要请牧师来补充以及公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吼，遮有几位，第一位是萧雅芝律师，萧雅芝小姐，伫咱头前遮哈，欢迎哈，欢迎。第二位是一对夫妇是徐正准徐正俊甲蔡怡君一对夫妇后壁面有怡君的妈妈花淑珍律师伫边仔欢迎。有一位是一位先生胡仁志先生。好，到底靠人家欢迎欢迎为天父教会欢迎请坐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牧师无介绍的欢迎遮个来宾等下礼拜结束了会当去甲贵宾席的所在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这时阵咱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来到圣殿，就是伫你的受恩宝座前，甲你三亲近。主透过今日的敬拜，阮思考你的话，也思考你的心意。求主加添阮信心开力，互阮伫生活中间去实践你的话，来荣光你的性命。阮中间如果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亲自束缚、保守、看顾。忧伤的求主亲自安慰，有病痛的求主亲自医治，互阮伫你的听内底明白你的恩典教也完用。阮也将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束缚。阮特别将信赖的朋友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你甲萧雅芝姊妹、徐正俊、蔡怡君夫妇，以及怡君的妈妈花淑珍律师甲胡仁志兄弟，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束缚，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也甲主拿亲近来领受主的束缚。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即摆要来上演510首，上演510首，黑路天顶主宰，请大家起立。Oh
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